好多人到咗晚年都唔知自己可以依靠邊個。其實真正靠得住嘅只有3個人，千萬唔好揀錯人，否則晚年後悔莫及。好多人一時喺度算之下呢，樣子嗰樣，到頭來先知，算來算去，反而將最重要嘅嘢秘露咗。有啲人後生嗰陣搏命工作，以為有錢就有全世界，到咗中年天天應酬而為，人脈就是財富老咗先花，着錢會花光，真正留喺身邊佢根本冇幾多個人。隨時看透之後，會發現一個道理，易經講佢，事變化萬物皆變，但有啲規律唔會，人與人之間都一樣，有低關係經得起，時間海好然有低關係，學此實可以長久。試神下一個人平時身邊為有幾多人，同時好多鄰居互數親戚，朋友更加係一大堆。單單人老咗啦，班人越滅，有90%人都唔會，聊啲呢歌胡思考，下思，這因人性本來就是簡約，大家趨利避害當人，有利用價值個個，圍住取專一，無用處自然就會散去。那個無事薄情，是規律，易經講太卦，同否卦太是天地，交太萬事亨通，否必失不通。人生就時間有太亦有否，瞬間嗰陣身邊人頭湧湧，但到落難時，門前冷冷清清，到時先地得出邊個先是真心對自己好。最靠得住海第一位係自己。聽落好似好奇怪，點嘅第一個會是自己，胡錯夠四自己。好多人一時都食到依號人號父母，靠伴侶，靠仔女，偏偏就自無靠自己。但又明白人，你一生靠山山去斗，靠人人去跑，靠自己先至最穩陣。易經乾卦楷卦辭話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，意思就係宇宙運行，永不停息。人作為萬物之靈，亦不需自強，互可以停步。抬頭的太陽，每日東升西落，俯瞰大地。四季循環往復，自是天光。所以人一樣互可以停。好多人一退休就覺得自己無用可以停手，每日生活只時時翻覺，等其他人照顧，但之時間神就大錯特錯。人一停步，身體就無去衰退，精神隨之萎靡，後快衰老。所以必須時刻保持住最佳狀態。只有醫院中做得行得，老人家就依然有價值。人到晚年，第一個要依靠，開始終係自己。靠自己其實好簡單，保持健康，頭腦清醒，再加埋政治獨立做到呢，3點個人就有底氣。身體好就無事麻煩人哋，照顧頭腦，清醒就唔會易俾人。經濟獨立更係無視敵人面色。好多老人家晚年病倒，市場上面呢度痛嗰度痛，仔女再孝順都難免有怨言。呢個是人之常情，長病床前點會無怨言。所以老人家一定要顧好身體，無事為人哋，是為做自己。易經講陰陽人體身體都有陰陽平衡，唔可以太過，亦唔可以不止。咩叫太過？就思過度保養，天天食補品反而傷身。咩叫不止？就是一啲度。唔注意，中意食咩就食咩，隨心所欲，想做咩就做，間樣都唔得頭腦清醒更重要。好多長者年紀大咗，記性變差，判斷力易下降呢，個時候就最容易俾人就好似依家好多老人家被去買保健品、買收藏品或者搞投資理財等各式騙局。點解會簡易中招？就是開動腦袋唔清醒，所以平時要多動腦筋，唔好等個老生笑。至於經濟獨立就更重要。老人家手頭有錢講，也算有分量，唔是化。
錢是萬能，但冇錢真是萬萬不能。病咗第一身要錢，想改善下生活亦要錢，想去幫人都要錢。所以老人家一定要有自己嘅積蓄，絕對唔可以將所有機遇都分晒俾仔女留返低防老啦，個無視自私而逝智慧。而正月面其實有一卦自己代表成功，但後面緊接未知卦意思是事情終未完結。呢有個道理話俾大家知，人生根本冇真正睇完嘅，唔好以為生平奮鬥過下半生就可以就此躺平。人要保持一種未完結啟狀態之需，努力向前邁進。而第二個可以依靠啟人就是老伴，父母終會離去，子女有自己生活，唯獨老伴能享受一生。俗語有話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兩個人可以結埋夫妻時再死，好大可緣分，不足要好好珍惜。而正月面其實有一卦叫乾卦，專門講男女感應之道。乾卦所指啟，乾亨利貞，即是話處此直向，意思是男女真情感，應是數難得，但必須持守正道，以禮相待，婚姻先能美滿。好喺夫妻關係其實都要互相感應同埋理解互相。兩公婆後生嗰時感情極好，但老咗反而變淡點解呢？是因為無時經營，以為感情是一成不變啟，以為後生格正啟熱情可以維持一世。那種想法其實好錯，感情始終都要用心經營，要一起投入。如果無付出，感情就會枯萎。兩公婆吵咗一世，但邊個都離不開邊個。有人話呢個是習慣，其實呢啲先是真愛，真正啟愛，唔需要熱烈而細水長流。兩個人吵咗一時，依然係視埋一致，那啲先是最真。比起後生仔口中海，山盟海誓到老都相守，先最珍貴。所以話兩個人一定要學識放過自己，無論後生格真有幾多矛盾，到咗呢個年紀就放低啦。點解？因為兩個人已經成反開始戰爭事務，多有是搣雞，以前低層年就將，而且到咗啦個年紀一定要明白一個道理，兩公婆其實是一體啟，對方好自己先會好，對方唔好自己都唔好意精。落面講到筍入之道，筍卦同日卦四相對啟，筍是指展授意，就是爭議。夫妻之間亦都要懂得筍義之道，應該要堅持啦，係時候就要堅持對伴侶好，呢個就叫做筍字。最後兩個人都會受惠，彼此可感情，無非要太多言語，一個眼神，呢個動作就可以明白對方係心意。所以話人到咗老年陪時，身邊啟就是自己嘅老伴，那個時候一定要好好珍惜無好，再為小事嘈嚟生氣。但嚟到要提醒一點，珍惜唔等於還，全依賴，因為老伴病起上嚟都會有來不從心海而後。如果完全依賴對方，一旦出病倒，更點算。所以大家要做到啟是互相扶持，而無是拖累對方。而正六面講到不偏不倚，夫妻相處亦要懂得中庸之理，太疏離無得太依賴，亦無得要保持適當開。注意同性別兩個人先可以長久相處。第三個可以依靠啟人就是仔女，注意是可以依靠，係唔是應該依靠好多。人辛苦養大仔女，就是希望老咗可以有個依靠。但其實呢，個招觀念真是要改一改。唔是話仔女唔是孝順，係是乎後將所有期望都放喺仔女身上。正如正語明啟，家人卦講啟爭爭，就是家庭之道。家人卦提到夫妻關鍵在於女性要正位，但呢度仲有另一層意思，就是家庭
成員之間有各司其職，各緊其責。父母有父母改責任而改，女亦有子女改責任，無可以好似好多父母，但又在女重視就開始幫佢哋操心，去爹開學業，婚姻操心一事，好似仔女永遠長唔大，永遠都需要父母操心。其實單樣做細係做子女，做父母啟要說事放手，仔女亦都必須有說事時事，單啟時候放手，仔女照顧得太好，就無會獨立，等父母老咗隨跌，縱事滅都無事，到時又點去醫好？所以4個就要開始培養仔女嘅獨立能力。等佢哋知道父母唔會陪意識，有時得照顧自己，甚至學識照顧父母。但做父母佢唔可以完全無理仔女，又唔可以管得太嚴，呢個就過猶不及，必須要揾到一個平衡。點既要彼仔與之有，等佢哋學會獨立，亦要等佢哋感受家庭溫暖。真正愛仔女孩，冇護士幫佢哋鋪好細路，而是要教佢哋點樣去面對同解決問題。但讓仔女先可以真正成長光嚟先，可以出人頭地，亦有能力照顧父母。所以話仔女先時，父母能夠依靠他人，但呢個是有條件佢，咩條件就是要先教識仔女點樣獨立，點樣去負責任。如果4個就以為去教慣仔女事事順從，等父母老咗想依孝都未得依孝，因為佢哋自己都照顧唔好，又點照顧父母？而且要明白一個道理，仔女是獨立開個體，佢哋有自己開生活，自開家庭同事業，父母唔可以要求子女把大所有改時間同精力都花喺父母身上，呢個既唔現實亦都唔合理。父母可以期望啟次有需要時子女會出現幫手，但就已經足夠。已經入面講天地人生道，人係天地之間，既要順從天道，又要立足地道，仲要完善人道。同子女開關係亦都是但，只要遵循自然規律，就是仔女大咗要離開父母呢，各是天道，又要考慮現時是個由父母照顧呢，各是地道，仲要講究人道，互相照顧扶持呢，個先是人道。使道需要特別強調一點，依靠仔女唔等於有道德綁架佢哋，亦唔是用愛佢名義去控制仔女，逼住佢哋按照父母佢意思去生活。其實養育仔女是父母應盡佢責任，而唔是仔女遷就父母，係緣分有種關係。好多父母曾憶講，我養到你好簡大，掛是嘴邊，覺得仔女就一定要聽話，但其實咁樣講真是污言，聽下人心裏冇舒服，自己心入面都唔會好過。點解因為你將親錢變咗做交易，咁樣一來原本好端端開親錢，好容易就會徹底變質。正如易經所講，凱德不配位，意思是一個人凱德行要配得上取凱位置。作為父母，你喺德行、事業、是愛、是寬容。如果父母對住仔女一旦冇咗呢份德行，各位就做唔穩。仔女表面聽話，內心其實無福，你仲聽話是稱無奈啟。所以父母要做到啟示令仔女心甘情願親近你，而唔是靠逼點樣令仔女心服口服。其實好簡單，你要做一個值得尊敬嘅父母。咩叫值得尊敬？即是要有自己修養同格局，唔好斤斤計較，唔好插手，唔好過度干預仔女嘅生活。做到呢，啲仔女自然會尊，你自然會尊順。我爹聽下一個故事，有個老人3個仔都好出色，全部是出面做生意，地反老人自己一個是老家生活，佢每一種花日子過得好悠閒，班仔每年都返出啲處好多次，每次都帶好多嘢，
有人問老人你有咩美國可以令3個子揀孝順？老人家話自己冇咩秘訣，只是無去比，麻煩取締。自己做目標內啟示就自己做，做唔到啟示亦絕對無強求。老人家從嚟唔會要求仔女一定要點做，因為見到老人生活得更自在，仔女自然放心，更願意分你。呢個就係智慧呢位老人家明白一個道理，依賴仔女無需要幫助取締，而是要等仔女是精神上有個依靠，無論行到邊度屋子都仲有人間掛住取締，關心住取締，更因其父母仔女有點會唔孝順。易經有一卦叫歸妹卦，歸妹即是女子出嫁啟意思。那一卦話比我爹知，女大當嫁是天經地義，啟示父母唔可以強行留住。同樣道理，再長大要成家立室，亦都唔好強留。要學會放手接受子路仔女離開自己係事實，唯有放手仔女，先可以真正成長，先有能力去反哺父母。所以我爹會發現，安享晚年看似簡單，其實背後都有好深厚道理。想依靠自己，就要自強不息，保持身體健康，頭腦清醒，經濟獨立。而要依靠老伴，就懂得善待彼此，珍惜呢總雙向開付出。想老咗有所依靠，就要從小培養仔女，其獨立能力好好，仍然包辦等仔女自發孝順。那3個角色，仔女低到自然會跟住學，只有夫妻關係好，仔女耳濡目染，將來對待配偶亦會一樣。父母同仔女關係融洽，夫妻之間亦會過得更開心，形成良性循環。但大家必須記住，那3個人雖然重要，但排序是有講究嘅。第一位永遠是自己冇咗自己，其他一切都係空談。躺在病床上有老伴照顧仔女伺候，取締會好貴，自己亦唔好受，事事要依靠人哋，咁樣活着又有咩意思？所以必須將自己放下第一位，但一個第一唔是自私，而是自愛，愛自己先可以活得精彩。正所謂自助者天助之，自己做好本分，天自然為幫。至於排第2位開，就是老伴。點解老伴排斥仔女，延綿因為老伴先是陪伴得最耐，關係最親密可人。夫妻本是一體而又一期，面對晚年海風風雨雨攜手共度餘生。仔女雖然重要，但取締始終有自己海生活，冇可能一直陪喺身邊，所以老伴之間要多低關心同照顧。第3位先是仔女，你讀無私話，無要仔女，而是無可以將一切寄託喺仔女身上。仔女有取締開人生，自己亦有自己開，生活無好混為一談。可以期待開戲需要時可以幫手同陪伴，但國務可以強求仔女放棄自己開人生。另一種排序，好多人偏偏搞錯咗，將仔女放第一，老伴擺第2，再把自己逼到最後，咁樣做開後果就是連仔女壓力大，老伴被冷落，自己也冇開心。所以排序一定要擺正，先愛自己，再去愛其他人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位置，每個角色都有各自嘅責任。父母開責任飼養大同教育仔女，但唔包括替取締生活。仔女亦有自己嘅本分，取締應該孝敬父母，但唔包括為父母負責。嚟清楚啦，低扶持同共度餘生，佢關係就知道該點樣走。好多人晚年覺得唔好，就是因為將呢低關係搞亂晒角色錯位，講咁多無非是希望大家明白呢個道理，唔好是人生路上行錯方向。人生應該點成呢度有幾點，建議值得參考。
那啲建議全部源自智慧一系，經過多年觀察人生，得出啟結論。第一，要保養好身體呢，各司一切啟根本。世間萬事萬物都有取啟根基，人啟根本就是身體，身體唔好咩都唔死神。好多老人家好，生嗰陣搏命做嘢，唔顧身體，到老咗啟時候周身病痛，成日跑醫院，殘時唔受咗又受足，仲拖累屋企人。所以每個人由阿得開始就要開與時保重身體，無好等病咗先嚟後悔。養生好簡單，規律作息均衡，飲食同濕，兩運動，保持好心情，做到了4點，身體自然唔會差。還是講求平衡，生活易忍，唔可以太過，亦唔可以不極。食飯時食飯，瞓覺時瞓覺，該動時動呢，啲就細平衡。仲有一點非常重要，就4定期體檢。好多長者唔肯拒絕得毛病，就護士呢個想法完全錯晒。體檢時為咗找防範，等到遲咗先發現，往往太夜。所以一定要定期有問題及時處理。第二，要經營好夫妻感情，兩個人解咗觀，唔代表感情可以一勞永逸，感情需要經營，要多溝通，多理解包容。唔好因為生活啟瑣碎事爭吵不休，更唔好因為小矛盾而疏遠。古人話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。兩個人心往一處，想力往一處，是咩困難都可以克服。但要做到同心，就要多溝通。心入面有滅想法，要同另一半講，唔好估食身。對方想盡滅，亦要去了解，唔好自以為是。好多夫妻之間起矛盾，都正是因為缺乏溝通到，致滋潤越深，無法化解。另外仲要多加理解，多啲包容。每個人都有缺點同不足，要學翻會接每個對方可以不完美。以後老師慎住改變對方，當想長加改變，對方依去反抗，最後邊個都改變，唔到邊個，反而搞到大家唔開心。不如互相包容彈養，先可以好下先出。第三，要培養好下一代。那個是最重要，啟投資，但記住呢度講啟是培養，而唔是溺愛。父母好難分清，兩者啟區別，而未將最好，啟也比賽，仔女就是愛。其實真正海外，是去引導佢哋，教佢哋點樣去面對人生，點樣去解決問題，而唔是替佢哋包辦，但讓做先至有意義。簡單嚟講，要有絲建立正確觀念，一及睇的下。教育是咪正是教，仔女分對錯更簡單。話必須得聽，咩唔應該做，唔好等變壞先離教，到時就真是太遲啦。另外仲要培養子女開獨立能力，等取得學識，自己開始，自己做。做父母冇得保護一些仔女，總有一日要出嚟面對社會獨立生活。如果是個無培養能力，將來取點面對社會，點照顧自己，又點照顧你？第是保持學時間先有進步。好多人年紀大咗，就覺得唔需要再學新嘢，咁審就錯啦。學使係一時開始，學到老，越到老，唔勤學就會同時代同節同後生仔產生，隔愛同代溝。易經話窮則變，變則通，即細化事情到咗終點，就要使得變通，先可以通，通達咗先可以長久。人都是一樣，要不斷開始，不斷改變，先可以適應社會，甚至同仔女有共同話題。唔好覺得自己記性，唔好夠唔去說事唔一定是讀書寫字可以說，用手機點樣上網點同後生仔溝通，那啲都是學習，只要勤學幾時都無遲。第五，保持獨立。
那個是尊嚴獨立分兩方面，一個是經濟獨立，一個是人格獨立。經濟獨立前面講過，既是你要有自己開錢，唔好完全依賴仔女，而人格獨立就需要有自己開思想同主見，唔好咩都聽細仔女。好多人老咗個完全聽細仔女安排處啲話咩就咩自己，毫無主見。其實幹作胡燕作為父母有自己開經驗同人生智慧，唔好輕易妥協。仔女講佢唔一定全對，要說是自己判斷。當然義務是話仔女長滅你都反對，而係要選擇性接受。而正月面講君子和而不同，意思是可以同人和睦相處，但係審法唔一定要完全相同。父母同仔女觀念有出入，好正常。唔同年代不同契經歷肯定唔同，但最緊要和睦相處，互相尊重，互相理解。唔好強迫仔女接受你契觀念，仔女亦唔應該加硬要你改變審法。第六先，太先事關見人老咗，最重要係保持平和。佢心態凡事地開，低如好太記，交互好太只作錢財。錢冇咗可以再問嘢，胡佔主可以再買，但係健康冇咗時間，一走就冇得回頭。易經所講，開損上益下，即開是明月無疆即細儉，收上面利益去幫下面開百姓，百姓開心福祉無窮咧。過道利用時個人修成上益樣，人要熟時放下捨得放低身邊一啲唔重要嘅嘢，而捨得一啲身外之物，人就會得到內分海平靜。就算去到晚年，人依然有事要做，有路要正，有目標。唔好覺得自己老咗就咩都唔想做，更讓人就珍惜老啦。要保持一顆年輕開心，保持一種滿滿活力，向前走，更讓人就永遠唔會老。身體會老，容貌會老，但心可以唔老。心無老人就唔算真正啟老處。嚟低估老啟智慧，一直起實住世人希望可以帶嚟一啲事法，要記住人道，晚年真正能夠切得一個自己伴侶同仔女，把握好呢三種關係，處理好呢三個依靠，晚年生活自然會過得幸福美滿，令每個人都能安享晚年呢，嗰先是人生最大圓滿。